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北部一间专门咧治疗武汉肺炎病人的大型病院，传出医生佮护士去喂着病，病院嘛紧急撤离病人。今仔气象局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新竹尖石乡因为落雪，有3间国小宣布今仔停班停课1天。去年台湾无风台，唔但造成台湾欠水，中研院嘛发现讲去年的热浪海水温度升悬，造成酸污白化。先开始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仔日增加2例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分别是为英国佮美国返来到国内。另外，北部一间专门咧治疗武汉肺炎病人的大型病院，传出讲有医生佮护士去喂着病，病院嘛紧急撤离病人。咱嘛来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新的说明。一位是医师，一位是这医师。那因为大家进去我们的隔离的病房隔离负压病房替原来 COVID-19 确诊者在医疗中的确诊者。那因为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进去插管，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然后在1月8号，从回顾起来，他觉得有一点点的症状。那到1月10号，觉得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报告医院，然后采检确诊。那是838那839是护理师，是护理师。那不过呢，他们基本上在判定上应该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染疫应该是他们算是密切的接触者，他是他的女朋友，所以在这里面，大概是在社区，这里面有2个案例，一个是在医院的一个医院感染，那一个是在社区的感染，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在里面采检了464人。总共采检了464人，那全部都是阴性。那838的因为它早一点，所以它调查的相对比较完整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1月8日到9日，这里面跟社区有接触的大概有3个地点：大江购物中心、星巴克国际门市、那振宇五金行、桃园国际店。这间伫北部专门咧治疗武汉肺炎病人的大型病院，传出有病院内底烧坏事件，是医生佮护士去喂着病哦。伫昨暗嘛紧急通知当地消防局救护车唔通佮载病人来遮，也毋过目前这间病院并无证实，即强调讲门诊是照常开放，无希望造成民众的惊吓。救护车到病院的急诊室，消防临时通知讲，拜暗时6点以后，无要阁受急诊的患者，必须转去附近其他的病院，互家属感觉真无奈。因为病历都在这边啦，对，所以现在在这边啦，所以现在刚才不收，刚刚才知道不收的，他不收啊，对啊，现在不收只能转出去了。唔那停止受急诊患者，就连带医当中的部分患者，嘛去要求转院。外界传讲，这间伫咧北部专门收新冠肺炎的大型病院，那就发生医来感染，真有可能是医师去感染到新冠肺炎。针对这件代志，有医师又讲，上有可能是手术的时阵去互喂着，因为开刀是侵入性的治疗，面对确诊患者也是技术病例，若是第一线医护人员全套防护装备无够完整，传染风险就会较悬。因为全套设备加上护目镜，会影响你的手术视野，你眼睛根本看不清楚要开的刀，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做到。所以手术房呢，或者其他的要做一些侵入型治疗的时候，防护人做的配备呢，是会比较差，所以有比较高的感染风险是没错。针对这件代志，病院无愿意证实，嘛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强调讲，目前门诊照常看，嘛无希望造成民众惊吓。若是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若是有确诊者，拢会公布为安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居家检疫上新的规定是，一个人爱单独1户，也毋过特别过年咯。无人讲定无防疫旅馆，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毋但会增加防疫旅馆咯，嘛有11间饭店会来提供亲人优惠的大房方案，拢总会有14000外间的房间。他的家人去住这个安心旅馆，那目前已经有6900间的房间有11家很好的这些饭店都已经来参加，11家的饭店都是相当有名那他们有一些优惠价格都低到2成。基隆市、台北市、
跟新北市也是我们这一次新冠病毒的重灾区，所以呢，政府应该把钱花在刀口上。那么每一个人可以连续补助3天，每天1000元，也就是3000元。那么以5个家人来讲，就补助了1万5。希望政府赶快实施333方案。旅馆业者建议讲会使补助防疫旅馆一间房间800块，也毋过目前是还未确定。某人建议讲由中央来补助地方政府30亿，甲补助变做是投资。也毋过观光局是表示一般的饭店提供亲人的优惠的方案，已经嘛有真侪间饭店拢愿意做伙来合作咯。再来看，受到寒流影响，全台湾是拢真冷哦。气象局今仔嘛针对19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早起桃园的拉拉山，佮有新竹县的尖石乡，佮有台中的福寿山农场哦，拢有落雪。新竹的尖石乡哦嘛，因为落雪，有3间国小宣布今仔停班停课1天。整个录音区已经雪白一片了啦。规片银白世界就像踮伫热西国家，海拔2600公尺的台中福寿山，在一暗11点外再度落雪。虽然透早雪已经停啊，也毋过福寿山农场的路野区积雪达到5公分高，苹果屋就像满着糖霜共款。雪中的红苹果。中央气象局昨日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只有6.4度，各地高山也拢出现落雪。桃园拉拉山透早包括古堡区、中心路、真光华拢落雪，古堡管理站积雪大约1公分。整个停车场也是都白茫茫的，连停车场的草皮也都是白色的。受到寒流的影响，新竹尖石乡后山地区透早落雪，而且几个所在道路拢有结冰的现象，所以后山3校、新光、秀峦甲玉峰国小宣布停班停课1天。中央气象局指出，这波寒流上冷的时间是伫12暗到13的透早。除了寒流影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所以在中部以北低温大约6到7度左右，然后东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低温在8到9度左右。华东地区11、12度，那我们预估沿海空旷地区和近山区的地方低温可能再低个1、2度或2、3度。此外，拜六还有一波冷空气流南，根据上新的预报，强度上调，升级为大陆冷气团，也是强烈大陆冷气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初9宣布解除美国甲台湾交往的限制。今仔蓬佩奥接受访问，嘛讲到讲，这个决定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美国驻荷兰大使随着邀请咱国驻荷兰的代表去大使馆见面，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务院嘛阁宣布讲，政治军事局的助理国务卿库珀，伫台湾时间12日透早嘛甲咱的驻美代表萧美琴见面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初9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被看作是双边关系真大进展。蓬佩奥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包括谴责港府掠反名牌情书，甲解除美台交往限制，拢是经过考量了后的决定，爱面对中国所带来挑战。Look, I wish these things had been done a long time ago. These weren't rushed. These were considered efforts that we made, and they'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y that we've laid out with respect to how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American freedoms vi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s. 美国最近友台动作不断，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了后，国务院也佮公开宣布，政军局助卿库珀要伫台湾时间10日透早，伫华府甲驻美代表萧美琴进行会谈。这是萧美琴就任以来已经知影2个人第2摆会面。美国驻荷兰大使福克斯特拉更加用行动响应，邀请咱国驻荷兰代表陈新新会面。同齐翕相，佮讲这是创造历史性的一天。那我们非常乐见美国驻外的使馆跟我们驻外的使节加强相关的对话交往。这个蓬佩奥取消这样的对台交往的限制呢，我想是迟来的正义。我们可以更高调的、更自然的、更有尊严的去到白宫、去到国务院、去到这个国防部去拜访。拜登经过驻美副代表甲国防部长的蔡明宪认为，希望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也会当安尼取消交往限制，提升美台关系。拜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将要访问台湾。民间社团除了希望蔡总统当面表达台湾入联的信息，更加呼吁美国甲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发起反内底公投白大选这两项公投案，第二阶段人数望讲伫3月底之前，会使有100万份的人数数。为着宣传，有国民党的议员要为台北骑脚踏车到屏东，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今仔嘛专工来陪因骑一段路。千外套底头盔，国民党为着募集反内底公投白大选两个公投案第二阶段的人数数，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会骑铁马去屏东做宣传。国民党主席江启臣12嘛骑铁马插旗啊，顶管写为是安宜骑字，陪骑一站去立法院。全台各地啊，来重旗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冲我们的这两个公投案的联署的人数，2项公投加起来有超过10万，那但是2项加起来要100万，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主题是宣传反内底，不过现场所发生意外的插曲，才传出江启臣有想要和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兼任党秘书长。江启臣媒体联访的时阵，常常接到连胜文打电话来，不过伊对人事方面是无愿意加讲啥，干那表示目前要全力拼人数达标。对行政院答应讲要公开进口猪肉的数据，并无随更新。共党的婚林馆长张立生嘛呼吁政府唔通带头写假数据，要非常严谨的态度来向人民表达到底目前为止进口了多少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让我们乡亲非常明确的了解我要怎么保护我自己，怎么去选择这个猪肉我想中央政府不能带头说谎，也不能带头作假。根据猪肉仪表板12上新的数据，总计已经有427栋的猪肉进口，11进口美国猪肉是0，美国猪其他会当食的部位是23栋，拢无检出有3百种。因若各界无用咧查美猪甲美牛，是由署公布，进口商去年11月份为美国进口一批差不多1栋的牛脂，去互检出有经糖，已经伫咧边境查落来，全部退回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戒严时期，有一寡政治犯的财产佮土地，拢互政府没收充公。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传出讲，准备要提案修法，主张政府应该甲不法取得人民财产还互人民。外界认为讲，伊是为了要选台北市长在铺排。就事论事我觉得对的事情就应该坚持。所以3年前，我就是对第6条投下赞成票，延续一贯的立场。那现在就是将撤销有罪判决之后，后半段应该要将财产返还的部分，应该希望政府来赶快来做，而不是促展会成立3年多，至今都还没有任何动作。蒋万安的修法提案嘛，包括蒋介石跟蒋经国时代没收的人民财产。蒋万安是强调讲，目前个人数的阶段，也毋过听讲哪样嘛有无共款的意见。蒋万安是讲目前党团的人数过程阁真顺利，已经有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党团的总调林维洲等15名立委人数咯，也毋过看起来有一寡资深的国民党立委并无支持。再来看台湾股市，伫新的一年已经伫15000点徛真在。金管会主委早起伫立法院嘛表示讲，伊对台湾的经济是真有信心哦。另外，针对新台票换美金嘛已经出现27块外换1块美金，台票是一直起哦。即嘛传出讲，中央银行已经锁定几间国内的大型银行，要来调查讲敢有差错。美国拜一弱势震动，4大指数收盘是落坐起少，连带影响台股12开盘的表现。一到7.77点开出来了后，台积电的股价是超过590块，起的幅度为1.3%。联发科的股价嘛冲到868块，起的幅度嘛超过1.3%，各创历史新高价。嘛有关大盘指数冲关超过15600点。面对最近台股一直创新高，金管会主委黄天宝早起伫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表示，台股最近一直起有4大原因。最近因为美国国会对于那个拜登总统的认证通过，然后美国总统也有一些疫情的激励措施，所以我想大概全球的股市都有受到一些影响。那台股当然
就是有资金的动能，也有一些基本面的动能。黄天波认为讲，台股同款有资金动能，投资人嘛因为就市贵公司的表现优秀，去年经济成长率表现真好，对市场是充满期待甲信心，拢是台股起的主因。若是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真大的冲击，各国的钱是愈印愈多，地区金融市场激烈震动。针对最近金融市场经历反弹，甲实体经济脱钩，嘛互财经商场感觉真烦恼。实体经济仍相对低迷，但部分金融市场呈强劲反弹，对资产泡沫化有相当的余力。金融面的过度的膨胀，可能带来金融不稳定的情况，这个是值得后续去关注的。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 QE 之后大家一直在担心的事情。另外，新台票外美金的汇率今年以来真侪界伫咧盘中看到27，面对新台票一直起，即马传出央行关心出口商敢是趁新台票升值的期间，透过银行的海外汇款来进行查汇，所以央行嘛已经派人锁定几间国银来检检。针对这件代志，黄天波表示会配合央行来做必要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香港政府伫顶礼拜掠走55位民主派人士。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仔接受媒体访问，伊是强调讲警方一定会调查，所以伊嘛无方便加讲啥。也毋过伊讲哦，有人会抹黑香港版的国安法，也毋过即马哦，国安法是香港的法律，所以当然必须要依法来办事。第一咧，就係香港係一個法治嘅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人認為只要某一啲人佢係有一個政治嘅理念，或者佢曾經係屬於採取過某一啲嘅行動嘅人咧，就可以免除受法律嘅制裁咧，呢個係唔係法治嘅精神，亦都唔係香港嘅核心價值。林鄭月娥是強調講，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哦，若准因為政治的理念無共款受到法律，就無受到法律的制裁，這嘛無符合法律的精神。將對外界對國安法的質疑，特首嘛講哦，國安法已經真做是香港的法律哦，嘛必須要依法來辦事。另外，香港喺英國有人提出香港人 BNO 移民的方案。有伫香港行政會議的成員就提出講，應該禁止香港人有相同的國籍。林鄭是表示哦，香港政府會來配合中國的反制措施，也毋過目前是還未來討論。再來看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者伫車納衝入去國會，這場暴動嘛造成5個人死亡。美國的 FBI 嘛發出警告哦，因是正煩惱講伫1月20拜登就職之前，美國嘛有可能會發生抗爭哦。所以所有的地方議會攏加強維安，有15000名的國民兵嘛會前往華府來維持總統就職典禮的秩序哦。昨暗，白宮的新聞辦公室嘛表示講，川普已經批准華府緊急狀態令，日期是到1月24。受到1月7日美國國會山莊爆裂事件影響，目前全美國州議會攏唔敢放令。威斯康辛州首府麥迪遜的議會大樓已經在進行強化維安的工作，西科維亞也是會當看到川普的支持者。若是華盛頓州的首府奧林匹亞，都有右翼的民兵組織鼓吹民眾佔領州議會。政府派出國民兵駐守，在一度民眾想要走入去議會干擾議事，至少有2個示威民眾去互抓起來。There's been some information that people were going to try to impede that. So the security measures and resources have been brought in to make sure that that does not occur.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內部的安全報告，激進團體會繼續抗議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而且想要阻擋拜登宣誓就職。全美50州對美國時間1月16到20，佮加上首都華盛頓地區對17到20，攏有可能會出現武裝暴力抗爭。安全報告嘛指出，已經有極端團體鼓吹，若是川普去國會以憲法第25條修正案來移除職務，但支持者佔領各州議會甲法院來製造暴動。美國國防部已經調派15000個國民兵前往華府。美國代理國土安全部長沃爾夫則會指示邊境局，對13開始總統交接的維安特別行動。若是沃爾夫動工抗話這點嘛已經清晰。拜登是宣布要提名伫咧奧巴馬時代擔任副國務卿，2016年以特赦身份來台灣訪問的資深外交官伯恩斯出任美國中情局 CIA 局長。拜登本人在伊接受第2劑疫苗注射，而且表示會煩惱就職典禮安全問題。
若是就职典礼举办地点的华盛顿特区的市长鲍瑟是呼吁1月20当天，因为维安问题甲疫情，希望民众唔通前往华府参加就职典礼，而且嘛请求特区进入紧急状态，已经得到北京同意。Are you scared? Am I scared? If I'm scared of anything, it's for our democracy, because we have very extreme factions in that country that are armed and dangerous. 目前包括华府的国家纪念广场、华盛顿纪念碑等等地点，拢已经宣布关闭，一直到1月20日。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再来看国内的消息咯，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昨暗邀请一寡民进党的立委食饭，有立委是针对所谓身份证来表达疑虑，苏贞昌嘛当场就答应讲会先暂停，强调讲会等待来定出专法，再继续来推动。内政部推动所谓身份证，但是外界一直咧质疑，可能会互资讯安全出现高风险。朝野立委也有民团前一届拢发出爱暂停。行政长苏贞昌11暗时甲民进党的部分立委食饭的时阵，有听到因的声音，表达同意无进行暂停，而且指定由副院长沈荣金邀请各相关的部会来进行盘整。内政部已经用了将近44亿的预算。也就是说，不管是晶片的购置，或者是这个塑胶外头的这个塑胶卡的这个购置，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法令完备之后，是补足我们在包括什么电脑程式啊，或者是软体的这个部分全部补足之后，再继续联动，那做一下滚动式的推动。嘛有做伙食饭的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伊阁讲到苏贞昌了解外界的记录，会等立法也阁有法制相关作业完成了后，才阁继续推动所谓身份证。因为目前的个资法无够来解说所谓身份证可能会出现的治安疑虑。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嘛真欢喜看到行政院法庭。如果要改为晶片的数位的身份证，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法律规范，所以才要立专法。那立专法也是考量其他国家，像德国、像日本，他们都有这些专法的订定。陈椒华建议政府召开听证会，厘清大家对所谓身份证的基本，佮强调爱立专法来规范。因应数位化时代，政府投入咧设备，积极推动所谓身份证，刷来就是爱做好社会沟通，而且伫人权也佮资讯安全内底取得平衡，来化解外界的疑虑。记者郭灿特别有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湾大哥大出的一款手机啊，最近传出讲会泄露个人的资料，嘛已经有200多位用户受害咯，有的甚至已经真做是诈骗的人头。台湾大哥大是宣布讲会帮这个手机来更新软体，嘛会提供2000块的补偿。也毋过小机会是呼吁讲，台湾大哥大必须爱完全负责，主管机关嘛应该爱好好检讨。买一支新的手机啊，煞无缘无故变做诈骗集团的人头口座。林先是因为咧做外送员有这个需要，去年伫某某的网站买台湾大哥大 Amazing A32的手机来接订单，结果伊的个资线流出去，去互诈骗集团偷用来买游戏的点数，一直到寄予警方通知，涉及治安犯罪爱到案，伊才知影发生这款代志。因为我自己查了简讯，有13通国际简讯自动回传的，然后大安分局的检察跟我说，所以我应该啦，幸运的话还有10次的机会会被全省各地的警察局传唤，所以我就其实晚上都睡得不太好，有时候会惊醒。Amazing A32是中国一个大牌的手机啊，伫中国出厂进程生产的过程当中，去互坑木马的软体，民众伫买手机啊或者是使用手机啊了后，诈骗集团就甲游戏公司申请考座，游戏公司就会甲认证买验证，诈骗集团直接为远端乱查，互民众唔知头唔知尾，就真做诈骗集团的人头考座，嘛显示台湾治安保障无够的空棚。只是现在在这个手机在做硬体检测的时候，其实都是自发性。好，并没有强制性。资讯安全法其实也没有 cover 到这一个面向。NCC 所制定的手机定型化契约根本没有关于资讯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保障措施。目前台湾针对智慧型手机的治安检测是采取分工的方式，属于手机甲电脑的应用程式，可比像来治安的规范是由经济部管理。手机出厂的时阵，已经累积的软体是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管理的。不过目前这2款手机治安的检测拢毋是强制性的，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爱赶紧检讨，加强法规无够的所在，嘛针对中国大牌的手机纳入年度治安的抽检。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有一个病人哦，指控讲因厝里的印尼看护想要换头家，所以态度是真歹。伊嘛有向劳工局跟社会局申诉。有民间团体是呼吁讲哦，政府应该设置移工的资讯透明的平台，互头家哦会使直接去甲一寡表现了无好的移工死头路送回国。也毋过有移工团体是认为哦，双方应该加沟通哦，问题嘛毋是甲移工送回国这么简单。你们叫我答应你，然后答应你3月份你要让你走。画面当中，坐伫轮椅顶悬的雇主向台中市劳工局甲社会局申请，指控厝内的外籍移工替家己洗身躯，敢若洗一半，而且佫袂互伊食饭。他让我吃饭，我有条件没有吃饭呢。你吃蛋糕啊？哪里蛋糕？我没讲话。雇主联名协助这个个案指出，这个看护因为想要转换雇主，才会做出这种代志。若是根据劳工局了解，双方平常时啊就无啥斗骂，这个移工无甲伊口斗，雇主联名认为讲，就是雇主因为行动无方便，不得已才需要看护。毋过即马爱烦恼看护无认真，或者是去互无合理的对待，所以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正视问题。涉及到了虐待身心障碍者，像这样恶劣不适任的那个外籍看护工，是要让他出境啊。外籍看护工转换一定要有一个平台，资料能够透明，他究竟在前一个雇主那边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转出的。移工团体赞成，如果双方的资讯都应该透明化，而且嘛指出，看护毋是干那是体力工，该考虑到情绪、薪水条件等等的状况，而且嘛必须要检视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劳动人力、甲长照资源敢是有够。当他可以转换的时候，原本需要看护的这个家庭就应该可以聘，因为病人不可以有一天没有人，所以我们也建议劳动部要改这个法令。看护工一个月的薪资是17000嘛，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以1个小时24块钱的这种薪资去照顾一个病人，重点是政府完全没有担起长期照顾的责任。雇主对他有基欠工资，因为是雇主责任，所以移工没有责任，就可以让他依照9条来转换。那如果觉得这个跟移工在沟通上面需要他人的协助，移工他自己遇到雇主这边申诉事项，那也可以直接拨打195。劳动部指出，看护监视当转换，必须要照就法法规来处理，未来嘛继续协助，而且检讨相关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市大安区有一个里长，去年甲朋友去 KTV 唱歌哦 ，KTV 员工甲酒精当作是虾头的豆尖哦，摕酒精来喷伊的虾头，结果造成这里长的目睭灼伤。里长是真不满真贵 KTV 处理代志的态度，今仔出面指控，也毋过真贵 KTV 是讲哦，里长要求爱赔偿400万，公司也无法度同意。从我们第一天好好的接触调解的时候，他们的律师就是那个态度，就是来就来告啊，不然怎么办？提诊断书甲起诉书，台北市大安区5龙里的里长12出面指控讲，钱柜到单，一个正式的回事例都无，会这样生气，是因为伊去年4月份，甲朋友去钱柜搜狗店唱歌，配合防疫政策，入场进前爱磅体温，不过服务生无细致，甲酒精当作遐豆尖，造成伊2蕊目睭灼伤，视力受到损害。每天读书都没办法读超过3-4个小时。因为我眼睛从早上眼睛张开的时候，你的眼皮粘在你的眼球上，你要张开的时候，好像你的眼皮扯着你的眼球，那种撕裂般的感受。想到代志发生的过程，里长讲，迄当阵目睭头前规片乌起，目睭感觉真疼佮烧，致使伊的视力为1.0剩无0.8，伊若治疗的费用已经开超过10万块，甚至还佮带爸买，即马连看到判官也都会惊。不过钱柜事后处理的态度，里长批评讲，伊是真消极。这个8个多月来，钱柜公司真的是一句慰问，一句关心，什么都没有。那我认为这样子实在并不是一个大企业所应该要去。他这样讲是有一点不够厚道啦，因为从事情发生的当天，公司这边就全力的都在协助他处理。那赔偿的金额是加起来总共有400万，金额已经超出了公司的预期。钱柜的法务代表讲，不是无愿意和解，是里长甲委任律师要求赔偿的费用伤过悬，因甲服务生还有公司要求爱赔400万，超过因原本的案算。不过强调讲有持续协调甲沟通，因为服务生涉嫌过失伤害，目前已经去予检察官提起公诉。也若钱柜里长嘛提告民事诉讼，双方的争议爱甲予司法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第一期天管休警的补偿的申请目前是搁办理，也毋过桃园有议员是正反对讲航空城的农地嘛，共款会使来领补偿哦。因是诉求讲107年3月份以后过户的土地应该就袂使领。桃园市政府是回应表示讲，这有一套审查的机制，毋是申请就一定会补助。强烈反对桃园航空城农地比照天管领休警补偿，互插足土地者发国力财。桃园市议员朱定尧在伊伫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强调，海权互农民唔通独立投资客。目前2700多顷的航空城，大概有1500公顷左右都是被投资客买走，也就是所谓的一些财团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把钱用在刀口上，而且不应该发国难财。朱定尧表示，航空城有7成的土地，大约1500公顷，已经唔是原始的地主。每公顷补助8.2万，国库爱付出1.23亿。投资客炒地赔趁钱，无应该领休警补助。也毋过由居民站出来表示，农地有安咧耕作，还是有农民代耕，应该保障实际耕作者的权利。航空城征收土地都还没有过户，还是我们的农地，我们还继续在耕作，所以我希望政府还是要给我们田灌这些措施。地主或者是代耕者，他来申请的时候，还是要依据农委会的规定做实地的勘查。那如果他不符合勘查的规定，我们还是一样不予以补助或补偿。市府回应，地主也是代耕者申请田管补偿，也是休耕补助，拢需要符合相关规范，并唔是申请就会当得到补偿，也是补助，也袂当重复清领相关的补偿费用。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台湾阁有真侪所在阁正欠水，经济部是指出，农业甲公共的用水今年5月底之前阁需要7亿吨的水也毋过是这项水量目前只有一半尔。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因经过统计，循环搁再利用的水，搁加上建筑工地的地下水每一天应该会使加提供200多万吨。洗车、游泳池、三温暖，也有用水量较大的民生相关产业，为1月6号开始，竹苗、中以及北中，先针对大户进行减压以及减降7%的措施，烦恼会冲击到民生的用水。台中市政府盘点会用搁另外产出的水源，总计再生水甲建筑工地的地下水源，台中市每天还阁用产出200多万吨。回收水每天大概是6万公吨左右。我们现在从工地上抽出来的水，地下水大概每天有200万吨左右。先鼓励一些非必要的一些民生用水去用回收水。台中市长罗秀燕只是提醒经发局，头月即届控限的盘点，发现水资源中心的再生水使用的状况无好，要求再加强，才有法度来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那我们台中市有11座水资源回收中心，其中有6座每天可以提供106000吨左右使用状况并不好一方面大家回收废水处理清洁环保，这是要做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去化处理完以后的去化做得还不够好根据台湾自来水公司的统计，敢若是苗栗、台中、北彰化每天大概供应150万公吨的自来水，若是继续无落雨，中部地区各水库存的水量估计敢若1.2公吨，除了节流还阁开源。台中市经发局嘛针对辖区内底的工业区，为去年10月开始要求自主来减水7%，希望因度过旱期，减少对民生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有一个粪扫场，伫昨暗11点火灾烧到今仔透早，阁还未拍花。台南市的环保局是认为讲，因为这粪扫场内底有未积的茶，火才一直翕要烧，后续会来好好检讨。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来来去去伫咧空中，甲水也伫咧附近的杂风拿，都惊火炭烧开。台南市城仔二期掩埋场。差不多200平方公尺的区域，11暗时发生火灾，火烧规暝一直到透早。消防局紧急调派几啊个分队的消防车来拍火。它是掩埋场所以火势没有办法阻绝，一直在下面闷烧，所以我们陆续增派车辆那目前有31部消防车在这边。凤林那边有一些零星的飞火我们有申请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来支援。火灾的所在真瓦焚化炉，迄块泥啊较空旷嘛较偏僻，因为风真透，所以火烧愈猛。
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因为火灾发生的所在有一区咧放柴油啊，可能因为落雨产生沼气，才会开始翕烧。因为透风，所以有一寡火势飞去放柴油的所在，才会规个导火。后续环保局会检讨原因甲责任，避免佫发生这个情形。那目前燃烧的是因为废树枝它久置之后产生沼气所造成的自燃的现象。由于燃烧的物质是木材，那就是我们正常的木材燃烧的状况。我们现在是先以救灾为主，那至于处分的部分，后续会再做相关的处置。台南市消防局表示，火灾现场暂时无人受伤甲死亡，若发生火灾的原因，要搁调查。不过嘛，传出现场伫11中昼都已经有咧庆烟，不过煞无通报消防局，一直到暗时11点，消防局才接到通报。台南市长黄伟德表示，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根据环保局的监控，因为目前风是吹对北平海基的风向气，所以附近暂时无空气污染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寒流一波接一波，温度拢真低哦。花莲水水乡的土往来，真侪往来花拢冻伤哦。农民是表示哦，天气若是变较热热了后，这冻伤的往来花就会烂去，所以希望政府会使来斗相共。来专门种土往来的花莲水水乡复兴村，世界看过去，几啊百公顷的往来田内底，往来花开始出现冻伤，较严重的叶已经冷去，看不出来其实嘛已经冻伤。差不多11度以下就会着。这几天的天气安怎？介寒，应该是会过会较严重。即摆差有几成的往来花有叶有败去安尼？差不多一半。花莲农改场嘛继续前往探勘，目前估计受灾面积已经达到45公顷，目前还阁无法度估算到底损失有偌大。不过烦恼天气变好了后，会有更较侪往来花继续暖起。可能整个低温的发生的时间过了之后，它的那个会有一个比较最终的结果的情况出现，它是比较属于那个自发性的灾害。水水乡农会是表示，往来花是过年的时阵民众介意买商品，不过叶冻伤根本就无法度买。农民1公顷的成本要20多万，敢会当辅导收往来肉来做加工制品，减少我们农友的损失。我们会协助农友来做这个凤梨的果干跟这个凤梨酥的果酱这样。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是表示，连续低温真侪作物都有发生旱害。且农友爱甲预防旱害措施做好，受灾情形随时报告乡公所来统计，农损比率超过20%，才会当符合天然灾害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高啦，高溪这无过感冒，唔惊寒，佮因为寒流温度真低哦，所以果子的湿地会佮愈水，甜度卖愈悬，所以今年无过感的品质是真赞。来到无过工园，虽然天气真冷。但云林岛内农民却真欢喜，无因咧采收。当地果农表示，近期几啊波寒流来袭，无过工因为低温受惠，果实当时也真水，甜度卖因素来提升。感觉的物件是愈寒伊会愈红啊。若愈热伊就是速度行较慢嘛。较红是安怎？卖相较好是还是？卖相较好，伊的甜度也较有。岛内果树三小班就讲，无过工是温寒带水果，除非是落雪还是落冰霜，才会造成果实损害。但这几波的寒流，低温大约维持在7度到10度，但都会帮助无果柑生长。如果今年岛内果溪无果柑品质会比往年更加好。在斗六地区平地来讲，这种温度对茂谷针对这种水果是好的，它的后熟跟转色会有帮助，但是很怕会降霜，或类似山上现在下的雪或冰线之类的，大家会有影响。三小班表示，无果柑6月小整理会归，温度大约嘛控制在6度左右，会当帮助无果柑后熟。近期为着要赶上春节产的需求，这几天已经有果农慢慢在采收。今年云林无果柑的种植面积大约400公顷，但去年因为雨水不足，在10月、11月发生苹果、落果受损大约2成。现在希望维持好品质，弥补前一阵仔的苹果损失。记者洪文报道。有真侪民众药摕一堆哦，也毋过定定拢无食了，嘛毋知爱好好啊回收，毋但浪费健保，佫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哦。台东市有一间药局，伫短短3个月，就收到20多公斤回收的药哦，实在是真惊人。台东市卫生局就呼吁民众哦，爱会记得甲无食了的药摕转去回收。
台东市一间药局搬出这2-3个月来回收一桶搁一桶的药品，估计有20多公斤，今年落来都有100多公斤。有民众摕食袂完还未拆开的药品，药师要爱一粒一粒掰开来回收，掰甲抢软。药师讲，上定看的就是胃药甲降血压药，也发现有民众药品食袂完，搁重复领药，才摕来回收，变成健保浪费。有好几个月量的，他根本都没有吃到。所以变成也是一种浪费，这样乱丢。药师讲，其实有真侪民众唔知药品甲胰岛素的针头爱回收，都直接放伫垃圾桶，会造成环境污染。直接丢哪里？回收那边的垃圾站。放在冰箱里面这样子，然后不知道有可以回收药的这个讯息，这样。我们台东的话，像有3大医院，部立医院，还有我们的马街东基。还有我们的卫生所，还有一些跟我们特约的药局，都是可以回收的。台东县卫生局统计，去年高雄定期卫生所回收的固体甲液体药品有215公斤，其他医疗院所自行回收的数量平均一年也有挖100公斤。这只是已经知影数量，民众家己单条药品数量都唔知影要偌济。卫生局呼吁民众唔通重复领药，一旦药品过期，爱是食袂完，一定爱回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名54岁妇人人哦，伊伫3天前手指头啊是剪个长，后来手把个变形。医生讲哦，这是40岁以上的女性常常会发生的手指头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哦，所以伫少年的时阵唔通常常摕伤过重，动作嘛爱做一寡调整。妇人人的手指头啊是剪起来，关节已经变形，唔但无法度振动，而且阁真疼。医师透过检查发现讲，妇人人的手指头的关节已经歪起，阁有无正常的微血管增生，原来是手指头的退化性关节炎。几个关节都是扭曲、肿胀，而且没有办法伸得很直。那其实他要做一些手指的精细动作，其实都变得非常的不灵活。对，而且平常都会痛。医师表示，除了脚头骨、大腿关节、腰椎骨轮、手指头的关节，也是退化性关节炎常常出现的所在。患者除了外观的变形，关节周围的组织会发炎，长期以来可能软骨会受到损害。医师指出，因为荷尔蒙的改变，退化性关节炎大部分拢发生伫40岁以上的女性之外，长期做重复性手指头出来的工作者，也是较会发生病变。比如说，我们用大关节的活动来取代小关节，或是用一些辅序来避免这些小关节受到比较过多的压力而造成发炎。医师指出，退化性关节炎是无法度恢复的，目前大部分拢是甲药注入去动脉到关节，降低无正常的心血管的血流。平常时除了做手的沉淀，嘛要调整动作够出来的方式，才会当避免关节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桃园市伫去年救护车送到病院之前，心肺功能已经停止的乌卡病人，后来救回来，出现了家己生活嘛无问题的病人，有超过103个，这嘛是桃园有史以来救回来上侪人的记录。小小一台自动心肺复苏机爱80万，轻轻试一个开关就自动操作。互病人无中断高品质的 CPR 功能，而且方便早日走，无受环境限制，会当大大提悬病人的存活率。民间上新关键2套装备。人的气力有限，那导致可能2分钟5循环之后的 CPR 就不是高品质 CPR， 那所以必须要做换手。那这个机器它就不需要有这个限制。上局表示，病人伫失去生命现象的第一时间，体内犹原有氧气，上重要就是继续饲胸坎，互血液灌流到规身躯的器官，都有真大机会救得回来。桃园也积极提升救护人员到场前民众执行旁观者 CPR 比率，已经达到升级前31%的2倍。根据统计，桃园市去年救得回来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乌卡患者，出院恢复到会当生活自理的人数，头一摆破103回，创历史新高。2113位欧卡病患啊，我们经过跟医院的通力合作啊，我们救回了103人啊，那这个比例啊，大概达到4.87%，那是比前年啊，我们大概只有3.68%啊，进步了很多。
消防局表示，汤圆救护勤务逐年增加，去年救护案件量达到105000件，加上拄到新冠疫情侵袭，426座的勤务中，后上确诊病人133人，是全台县市第一，都是靠着充足的教育训练加上良好的设备支援。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湾是56年来头一遍无风台，所以嘛造成西部大欠水哦。中研院的调查嘛发现讲，因为无风台，嘛造成去年的热浪海水温度是升真高，海底珊瑚拢白化，其中是小琉球上严重。透过空拍机看落来，透明的海水下会当看到水深2到5公尺的所在，这是平湖的死止雨。不过目睭看到的却是白化的珊瑚礁。去年8月，平湖的海水一点仔嘛无清凉，来到30到33度，造成平湖有2成的珊瑚达到白化4级到6级的死亡程度。平湖更毋是上严重的，白化上严重出现伫小琉球，恐惊会损失55%的珊瑚。一下水就会让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在台湾潜水，第一次看到白化这么严重的。本身的状况就不是很好，所以一旦这个冲击一来的时候，就造成那个地方的这个伤白化的严重性是更高的。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团队调查，去年热天珊瑚白化的现象，发现31%珊瑚最后拢会死亡。主要原因是去年无风台入侵，造成海水无机会降温，珊瑚一直泡伫烧水当中，甚至连较悬纬度的鼻头角海底嘛出现白化珊瑚。根据统计，规个东北角大约有30%损失。之前都是因为有台风的关系，所以都打断了这个热累积的效应。2020年的时候，我们其实一个整个台湾最大的警讯是，我们的高纬度非礁型珊瑚群聚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白化事件。观测平台调集人陈昭伦指出，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出现报复性旅游，嘛对白化珊瑚带来更加严重的伤害。若要救热带珊瑚，就必须要把全球的温度控制伫增加1.5度之内。若海水继续升温，对珊瑚礁的生态恐惊带来真歹恢复，甚至是消失的伤害。记者林俊文吴家宝台北报道。咱来看，特当旧历11月15是南投埔里滨埔族甲合府的过年哦。过去部分的族人会来举办传统的祭典，今年因为疫情，大型的活动拢取消了。也毋过有部落就招大家做伙来做过年一定爱有的阿拉粿哦，来祭拜祖先，嘛来迎接新年。南投县埔里镇牛困山部落的阿姨妈，自透早就开始无用咧做粿。原来因是平埔族甲合府，当咧准备旧历11月15过传统新年一定爱有的阿拉粿。阿拉粿是甲合府传统的食食，过年时会做好，分予厝边头尾，用来祭拜祖先。葛哈乌过年啊，所以就要像我们农历年一样，是要祭祖、要拜拜、要围炉。就每年这个时候，就是用那个香蕉叶啊来包阿拉粿。甲哈乌因的传统新年是自年尾正做修行的时所举办的休息节，甲祖灵节演变过来。准备过年的时间，头尾差不多1月日，唔来找阿拉粿，佮会牵田。族人伫田里生火，手牵手对火堆唱母语歌曲，也会掠大鱼、走表来怀念祖先，求部落的平安。也牛困山部落就依照传统，沿社区街路讲了，意思就是要通知祖灵佮有族人，新年要到啊。因为现在时代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所有记忆其实把它做一个比较浓缩性的，一直延伸着在举办这个活动。就是要让一些后辈的要知道说，我们是葛哈乌族。虽然葛哈乌今年的传统新年受疫情影响，大型的活动就安尼取消，不过各庄头有缘有办小型的祭拜仪式，对祖灵、对部落的心意一点仔都无减。也望经过这个活动，和葛哈乌的传统会当继续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大悲香哦，最近用稻草做一个真歹找着路行出去的马弓哦。这个马弓的造型也真特别，是用咱常常伫国外相片看到一根一根的稻啊来滚起来做出来的马弓，咱若做伙来看卖。咱常常伫咧电视顶头看人耍游戏拍通关，真伫婚礼大悲，你也当亲身体验到啊！伫婚礼大悲稻草文化艺术节。
乡公所特别准备一个全部拢是稻草梗贴起来的墙，邀请民众来拍通关。今天是我第一次下去走，我觉得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不过也是途中有充满蛮多的惊奇的惊讶惊奇。人讲做牛免惊无力通拖，牛伫农业社会当中是一个真重要角色。这回稻草文化艺术节伫活动的入口有做一只6公尺高的牛翁仔牛宝，那色水选用加稻草共色以外，整体材料也特别挑选过。是牛年嘛，这个拄啊落枪吼，阮平做一个永久的意象，阮这先内底先做一个骨架料，阮为着这个稻草文化，阮做较永久的，阮就是用那个铝箔吼，落去剪吼，落去剪了，来做这牛仔袍的衫，这是 Q 版的。乡公所表示，这回活动场地已经向县政府提报计划。活动结束了后，这块土地会好好运用，期待未来成做地方创新的文创基地。那发挥在地特色，也会当提升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捌得过医疗贡献奖的骨科医生，高雄义大病院的院长杜元坤，伊做医生30多年，每个月拢捐出一半的薪水哦，捐出的金额已经上亿。因为2016年开始，每个月拢会去配合义诊2遍。前一站杜院长破病真严重，险啊断去，伊感觉人生无常，嘛反复讲哦，8年后要甲伊所有的遗产拢捐出来。骨科名医杜元坤，伫义大病院的门诊总是挂满号，而且阁是院长的伊，不只是伫病院看诊，对2016年开始，每一个月至少2个诊处，看海到平湖义诊，带领团队做起杜照医生，弥补离岛医疗资源无够。因为庄周一女阿嬷的关系呢，我就特别一个限定一个时间，尽早给澎湖的乡亲来看诊的时候比较方便，免得他们赶不上当天的飞机回澎湖。受到10块便当阿嬷影响，开始离岛义诊，佮较早伫伊做主治医生时阵，固定捐出一半薪水做公益，30多年来已经超过1亿外。去年底因为家族遗传性糖尿病，杜元坤破病，手术了后瘦了22公斤，更加互伊感觉到人生无常，决定离开美术，全部捐做公益。希望把我所有的财产都可以捐给公益。那这公益里面当然包括澎湖是很重要，还有当然很多大学的青蓝奖学金，还有很多弱势团体。那很重要的是，我的遗嘱第一点就是不留给子孙。很难得啦，因为除了医德以外，他这种善心能够把自己所得的奉献出来给不同的人真的是不简单。杜元坤有得过医疗贡献奖，伊谦虚认为家己是公共财，只是总是无闲工课，对厝内人感觉真抱歉。不过伊也是努力照顾偏乡的医疗，拍拼协助伫澎湖当地服务70档的惠民病院，目前中建长照家园。记者李小文交关高雄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13度；中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5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东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5度；外岛地区上低6度，上悬1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